禅宗专辑典籍读诵国语版。破音字漏读，字音请自行对照文字档更正。美国佛教会佛教电脑资讯库功德会网站提供档案下载。__________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述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1250人聚。尔时，世尊时者以持钵入舍卫大城乞食，于其城中，次第其意，还至本处，饭食讫，收衣钵，洗足矣。夫坐而坐。时，长老须菩提在大众中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昔有世尊，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付嘱诸菩萨。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佛言：善哉，善哉！须菩提，如所说，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付嘱诸菩萨。汝今谛听，当为汝说。善男子善女人，发阿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唯然，世尊，愿乐欲闻。佛告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降伏其心。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我皆令入无余孽而灭度之。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何以故？须菩提，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复次，须菩提，菩萨于法，应无所住，行于布施。所谓不住色布施，不住声香味触法布施。须菩提，菩萨应如是布施，不住于香。何以故？若菩萨不住香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须菩提，于意云何？东方虚空可思量不？不也。世尊，须菩提，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虚空可思量不？不也。世尊，须菩提，菩萨无住香布施，福德亦复如是不可思量。须菩提，菩萨但应如所教住。须菩提，于意云何？可以身相见如来不？不也。世尊，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何以故？如来所说身相，即非身相。佛告须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须菩提白佛言：世尊，颇有众生得闻如是言说章句，生实信不？佛告须菩提：莫作是说。如来灭后500岁，有持戒修福者，于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为实。当知世人不愚，
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种善根，以于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闻是章句，乃至一念生净心者，须菩提，如来悉知悉见，是诸众生得如是无量福德。何以故？是诸众生无复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无法相，亦无非法相。何以故？是诸众生若心取相，则谓的我人众生寿者；若取法相，即的我人众生寿者。何以故？若取非法相，即的我人众生寿者。是故不应取法，不应取非法，以是义故，如来常说：汝等比丘，知我说法，如法欲者，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得阿多罗三藐三菩提耶？如来有所说法耶？须菩提言：如我解佛所说义，无有定法名阿多罗三藐三菩提，亦无有定法，如来可说。何以故？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所以者何？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须菩提，于意云何？若人满3000大千世界七宝以用布施，是人所得福德，宁为多不？须菩提言：甚多。世尊，何以故？是福德即非福德性。是故如来说福德多。若复有人于此经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为他人说，其福胜彼。何以故？须菩提，一切诸佛，及诸佛阿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从此经出。须菩提，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须菩提，于意云何？须陀洹能作是念：我得须陀洹果不？须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须陀洹名为入流，而无所入，不入色声香味触法，是名须陀洹。须菩提，于意云何？斯陀含能作是念：我得斯陀含果不？须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斯陀含名依往来，而实无往来，是名斯陀含。须菩提，于意云何？阿那含能作是念：我得阿那含果不？须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阿那含名为不来，而实无来，是故名阿那含。须菩提，于意云何？阿罗汉能作是念：我得阿罗汉道不？须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实无有法名阿罗汉。世尊，若阿罗汉作是念：我得阿罗汉道，即为的我人众生寿者。世尊，佛说我得无证三昧，人中最为第一，是第一离欲阿罗汉。我不作是念，我是离欲阿罗汉。世尊，我若作是念，我得阿罗汉道，
世尊则不说须菩提是乐阿兰那行者，以须菩提实无所行，而名须菩提是乐阿兰那行。佛告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昔在燃灯佛所，于法有所得不？世尊，如来在燃灯佛所，于法实无所得。须菩提，于意云何？菩萨庄严佛土不？不也。世尊，何以故？庄严佛土者，则非庄严，是名庄严。是故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生清净心，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须菩提，譬如有人身如须弥山王，于意云何？是身为大不？须菩提言：甚大。世尊，何以故？佛说非身，是名大身。须菩提，如河中所有沙数，如是沙等河，于意云何？是诸河沙名为多不？须菩提言：甚多。世尊，但诸河尚多无数，何况其沙？须菩提，我今实言告汝：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其饱满而作河沙数3000大千世界，以用布施，得福多不？须菩提言：甚多。世尊，佛告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于此经中，乃至受持4句偈等，为他人说，而此福德胜前福德。复次，须菩提，虽说是经，乃至4句偈等，当知此处，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皆应供养，如佛塔庙。何况有人尽能受持读诵？须菩提，当知是人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法。若是经典所在之处，则未有佛。若尊重弟子，尔时，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当何名此经？我等云何奉持？佛告须菩提：是经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以是名字，汝当奉持。所以者何？须菩提，佛说般若波罗蜜，则非般若波罗蜜。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所说法不？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来无所说。须菩提，于意云何？3000大千世界所有微尘是为多不？须菩提言：甚多。世尊，须菩提，诸微尘，如来说非微尘，是名微尘。如来说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须菩提，于意云何？可以32相见如来不？不也。世尊，何以故？如来说32相，即是非相，是名32相。须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河沙等生命布施，若复有人于此经中，乃至受持4句偈等，为他人说，其福甚多。尔时，
须菩提闻说是经，深解意趣，涕泪悲泣，而白佛言：希有！世尊，佛说如是甚深经典，我从昔来所得慧眼，未曾得闻如是之经。世尊，若复有人得闻是经，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当知是人成就第一希有功德。世尊，是实相者，则是非相。是故如来说明实相。世尊，我今得闻如是经典，信解受持不足为难。若当来世，后500岁，其有众生得闻是经，信解受持，是人则为第一希有。何以故？此人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所以者何？我相即是非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是非相。何以故？离一切诸相，则名诸佛。佛告须菩提：如是，如是。若复有人得闻是经，不惊不怖不畏，当知是人甚为希有。何以故？须菩提，如来说第一波罗蜜，非第一波罗蜜，是名第一波罗蜜。须菩提，忍辱波罗蜜，如来说非忍辱波罗蜜。何以故？须菩提，如我昔为歌利王割截身体，我于尔时，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何以故？我于往昔节节之解时，若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应生恨。须菩提，又念过去于500世作忍辱仙人，于尔所示，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是故须菩提，菩萨应离一切相，发阿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生无所住心。若心有住，则谓非住。是故佛说，菩萨心不应住色不施。须菩提，菩萨为利益一切众生，应如是布施。如来说，一切诸相，即是非相。又说，一切众生，则非众生。须菩提，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诳语者，不异语者。须菩提，如来所得法，此法无实无虚。须菩提，若菩萨心住于法而行不施，如人入暗，则无所见。若菩萨心不住法而行不施，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见种种色。须菩提，当来之世，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于此经受持读诵，则为如来以佛智慧，悉知是人，悉见是人，皆得成就无量无边功德。须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分以河沙等身布施，中日分复以河沙等身布施，后日分亦以河沙等身布施，如是无量百千万亿劫以身布施。若复有人闻此经典，信心不逆，其福甚彼。何况书写受持读诵为人解说。
须菩提，以要言之，是经有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边功德。如来为发大乘者说，为发最上乘者说。若有人能受持读诵，广为人说，如来悉知是人，悉见是人，皆成就不可量、不可称无有边、不可思议功德。如是人等，则为荷担如来阿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须菩提，若乐小法者，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则于此经不能听受读诵为人解说。须菩提，在在处处，若有此经，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所应供养，当知此处，则为是塔，皆应恭敬，作礼围绕，以诸华香而赞其处。复次，须菩提，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读诵此经，若为人轻贱，是人先世罪业，应堕恶道。以今世人轻贱故，先世罪业则未消灭，当得阿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我念过去无量阿僧劫，于燃灯佛前，得值840,000万亿那由他诸佛，悉皆供养成事，无空过者。若复有人于后末世，能受持读诵此经，所得功德，于我所供养诸佛功德，百分不及一，千万亿分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于后末世，有受持读诵此经，所得功德，我若据说者，或有人闻，心则狂乱，狐疑不信。须菩提，当知是经义不可思议，果报亦不可思议。尔时，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佛告须菩提：善男子善女人，发阿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当生如是心：我应灭度一切众生，灭度一切众生矣，而无有一众生实灭度者。何以故？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则非菩萨。所以者何？须菩提，实无有法发阿多罗三藐三菩提者。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于燃灯佛所，有法得阿多罗三藐三菩提不也。世尊，如我解佛所说义，佛于燃灯佛所，无有法得阿多罗三藐三菩提。佛言：如是，如是。须菩提，实无有法如来得阿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若有法如来得阿多罗三藐三菩提，燃灯佛则不与我受记。汝于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以时无有法得阿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燃灯佛与我受记，作是言：汝于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何以故？如来者，即诸法如意。若有人言：
如来得阿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实无有法。佛得阿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如来所得阿多罗三藐三菩提，于世中无实无虚。是故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须菩提，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须菩提，譬如人身长道。须菩提言：世尊，如来说，人身长道，则谓非道身，是名道身。须菩提，菩萨亦如是。若作是言，我当灭度无量众生，则不名菩萨。何以故？须菩提，无有法名为菩萨。是故佛说，一切法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须菩提，若菩萨作是言，我当庄严佛土，是不名菩萨。何以故？如来说，庄严佛土者，即非庄严，是名庄严。须菩提，若菩萨通达无我法者，如来说名真是菩萨。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肉眼不？如是。世尊，如来有肉眼。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天眼不？如是。世尊，如来有天眼。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慧眼不？如是。世尊，如来有慧眼。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法眼不？如是。世尊，如来有法眼。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佛眼不？如是。世尊，如来有佛眼。须菩提，于意云何？河中所有沙，佛说是沙不？如是。世尊，如来说是沙。须菩提，于意云何？如一河中所有沙，有如是等河，是诸河所有沙数。佛世界如是，名为多不？甚多。世尊，佛告须菩提，而所国土中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何以故？如来说，诸心皆为非心，是名为心。所以者何？须菩提，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须菩提，于意云何？若有人满3000大千世界七宝以用布施，是人以是因缘得福多不？如是。世尊，此人以是因缘得福甚多。须菩提，若福德有时，如来不说得福德多，以福德无故，如来说得福德多。须菩提，于意云何？佛可以具足色身见不？不也。世尊，如来不应以色身见。何以故？如来说，具足色身，即非具足色身，是名具足色身。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可以具足诸相见不？不也。世尊，如来不应以具足诸相见。何以故？如来说，
诸相具足，即非具足，是名诸相具足。须菩提，汝勿为如来作是念：我当有所说法，莫作是念。何以故？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不能解我所说故。须菩提，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尔时，会令须菩提白佛言：世尊，颇有众生于未来世闻说是法，生信心不。佛言：须菩提，彼非众生，非不众生。何以故？须菩提，众生者，如来说非众生，是名众生。须菩提白佛言：世尊，佛得阿多罗三藐三菩提，为无所得耶？如是，如是。须菩提，我于阿多罗三藐三菩提乃至无有少法可得，是名阿多罗三藐三菩提。复次，须菩提，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是名阿多罗三藐三菩提。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修一切善法，则得阿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所言善法者，如来说非善法，是名善法。须菩提，若3000大千世界中所有诸须弥山王，如是等七宝具，有人食用不施，若人以此般若波罗蜜经，乃至四句偈等，受持为他人说，于前福德100分不及1，百千万亿分，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须菩提，于意云何？汝等勿为如来作是念：我当度众生。须菩提，莫作是念。何以故？实无有众生如来度者。若有众生如来度者，如来则有我人众生寿者。须菩提，如来说有我者，则非有我，而凡夫之人以为有我。须菩提，凡夫者，如来说则非凡夫。须菩提，于意云何？可以32相观如来不？须菩提言：如是，如是。以32相观如来。佛言：须菩提，若以32相观如来者，转轮圣王则是如来。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说义，不应以32相观如来。尔时，世尊而说偈言：若以色见我已，因生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须菩提，汝若作是念，如来不以具足相故，得阿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莫作是念，如来不以具足相故，得阿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汝若作是念，发阿多罗三藐三菩提者，说诸法断灭，莫作是念。何以故？发阿多罗三藐三菩提者，于法不说断灭相。须菩提，若菩萨以满河沙等世界七宝不施，若复有人知一切法无我，得成于人，
此菩萨圣前菩萨所得功德。须菩提，以诸菩萨不受福德故。须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萨不受福德？须菩提，菩萨所作福德，不应贪着，是故说不受福德。须菩提，若有人言：如来若来若去若坐若卧，世人不解我所说义，何以故？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以3000大千世界岁为微尘，于意云何？是微尘众名为多不甚多。世尊，何以故？若是微尘众实有者，佛则不说是微尘众。所以者何？佛说微尘众，则非微尘众，是名微尘众。世尊，如来所说3000大千世界，则非世界，是名世界。何以故？若世界实有，则是一合相。如来说一合相，则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须菩提，一合相者，则是不可说。但凡夫之人贪着其事。须菩提，若人言：佛说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须菩提，于意云何？是人解我所说义不？世尊，是人不解如来所说义。何以故？世尊说：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即非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是名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须菩提，发阿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于一切法应如是知，如是见，如是信解，不生法相。须菩提，所言法相者，如来说即非法相，是名法相。须菩提，若有人以满无量阿僧世界七宝持用布施，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发菩萨心者，持于此经，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其福胜彼。云何为人演说？不取于香，如如不动。何以故？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影作如是观。佛说是经已。长老须菩提及诸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上梁幅，南国三藏曼陀罗仙亦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僧满足千人，菩萨摩诃萨10,000人俱，以大庄严而自庄严，皆悉以住不退转地，其名曰弥勒菩萨、文殊师利菩萨、无碍变菩萨、不舍单菩萨，与如是等大菩萨俱。文殊师利同真菩萨摩诃萨，名相现时从其住处来诣佛所，在外而立，尔时尊者舍利弗，复楼那弥多罗尼子，大目犍连，
摩诃迦叶、摩诃迦旃延、摩诃居罗，如是等诸大声闻，各从住处具一佛所，在外而立。佛之众会皆悉集矣。尔时如来从住处出，敷坐而坐，告舍利弗：汝今何故？于晨朝时在门外立。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文殊师利童真菩萨，先已至此住门外立。我时于后晚来到耳。尔时世尊问文殊师利：汝时先来到此住处，欲见如来耶？文殊师利即白佛言：如是世尊，我时来此欲见如来。何以故？我乐正观利益众生。我观如来如香，不异香，不动香，不作香，无生香，无灭香，不有香，不无香，不在方，不离方，非三世，非不三世，非二香，非不二香，非垢香，非净香，以如是等正观如来利益众生。佛告文殊师利：若能如是见于如来，心无所取，亦无不取，非积聚，非不积聚。尔时舍利弗与文殊师利言：若能如是如所说，见如来者甚为稀有，为一切众生故见于如来，而心不取众生之香，化一切众生相于灭，而亦不取相灭香，为一切众生发大庄严，而心不见庄严之香。尔时文殊师利童真菩萨摩诃萨与舍利弗言：如是如是，如所说，虽为一切众生发大庄严心，不见有众生香，为一切众生发大庄严，而众生去亦不增不减。假使依佛住世，若一劫若过一劫，如此依佛世界，复有无量无边河沙诸佛，如是一佛若一劫若过一劫，昼夜说法心无暂息，个个度于无量河沙众生，皆入灭，而众生皆亦不增不减，乃至十方诸佛世界，亦复如是，一诸佛说法教化，各度无量河沙众生，皆入灭，于众生皆亦不增不减。何以故？众生定香不可得故，是故众生界不增不减。舍利弗复与文殊师利言：若众生界不增不减，何故菩萨为诸众生求阿多罗三藐三菩提，常行说法？文殊师利言：若诸众生悉空相者，亦无菩萨求阿多罗三藐三菩提，亦无众生而为说法。何以故？我说法中，无有一法当可得故。尔时佛告文殊师利：若无众生云何说有众生及众生界？文殊师利言：众生界相如诸佛界。又问众生界者是有量耶？答曰：众生界量如佛界量。佛又问众生界量有处所不？答曰：众生界量不可思议。又问众生界相为有住不？答曰：众生无住犹如空住。佛告文殊师利：如是修盘惹波罗蜜时，当云何住盘惹波罗蜜？文殊师利言：以不住法为住盘惹波罗蜜。佛复问文殊师利：
云何不住法？名住般若波罗蜜。文殊师利言：以无住相，即住般若波罗蜜。佛复告文殊师利：如是住般若波罗蜜时，是诸善根云何增长，云何存见？文殊师利言：若能如是住般若波罗蜜，于诸善根无增无减，于一切法亦无增无减，是般若波罗蜜性相亦无增无减。世尊，如是修般若波罗蜜，则不舍凡夫法，亦不取贤圣法。何以故？般若波罗蜜不见有法可取可舍。如是修般若波罗蜜，亦不见灭可乐生死可厌。何以故？不见生死况复厌离，不见灭何况乐者。如是修般若波罗蜜，不见垢恼可舍，亦不见功德可去，于一切法心无增减。何以故？不见法界有增减故。世尊，若能如是是名修般若波罗蜜。世尊，不见诸法有生有灭，是修般若波罗蜜。世尊，不见诸法有增有减，是修般若波罗蜜。世尊，心无取不见法相有可求者，是修般若波罗蜜。世尊，不见好丑不生，高下不作取舍。何以故？法无好丑离诸相故，法无高下等法性故，法无取舍住实际故，是修般若波罗蜜。佛告文殊师利：是诸佛法得不胜乎？文殊师利言：我不见诸法有胜如相，如来自觉一切法空，是可证之。佛告文殊师利：如是如是，如来正觉自证空法。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是空法中，当有胜如而可得耶？佛言：善哉善哉。文殊师利：如所说是真法乎？佛复谓文殊师利言：阿多罗是名佛法故。文殊师利言：如佛所说，阿多罗是名佛法。何以故？无法可得名阿多罗。文殊师利言：如是修般若波罗蜜，不明法器，非化凡夫法，亦非佛法，非增长法，是修般若波罗蜜。复次世尊，修般若波罗蜜时，不见有法可分别思维。佛告文殊师利：汝于佛法不思维耶？文殊师利言：不也，世尊。如我思维，不见佛法，亦不可分别是凡夫法，是声闻法，是辟支佛法。如是名为无上佛法。复次修般若波罗蜜时，不见凡夫相，不见佛法相，不见诸法有决定相，是谓修般若波罗蜜。复次修般若波罗蜜时，不见欲界，不见色界，不见无色界，不见寂灭界。何以故？不见有法是尽灭相，是修般若波罗蜜。复次修般若波罗蜜时，不见作恩者，不见报恩者，思维二相心无分别，是修般若波罗蜜。复次修般若波罗蜜时，不见是佛法可取，
不见是凡夫法可舍。是修般若波罗蜜。复次修般若波罗蜜时，不见凡夫法可灭，亦不见佛法而心正之。是修般若波罗蜜。佛告文殊师利：善哉善哉！汝能如是善说，甚深般若波罗蜜香，是诸菩萨摩诃萨所学法印，乃至声闻缘觉学无学人亦当不离是印而修道果。佛告文殊师利：若人得闻是法，不惊不畏者，不从千佛所种诸善根，乃至百千万亿佛所久时得本，乃能于是甚深般若波罗蜜，不惊不怖。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我今更说般若波罗蜜意。佛言：便说。世尊，修般若波罗蜜时，不见法是应住是不应住，亦不见境界可取舍相。何以故？如诸如来不见一切法境界相故，乃至不见诸佛境界，况取声闻缘觉凡夫境界，不取思义相异，不取不思义相，不见诸法有若干相，自证空法不可思议。如是菩萨摩诃萨，皆以供养无量百千万亿诸佛，种诸善根，乃能于是甚深般若波罗蜜，不惊不怖。复次修般若波罗蜜时，不见复不见解，而于凡夫乃至三乘不见差别相，是修般若波罗蜜。佛告文殊师利：如以供养己所诸佛。文殊师利言：我及诸佛如幻化相，不见供养己与受者。佛告文殊师利：汝今可不住佛城耶？文殊师利言：如我思维不见一法，云何当得住于佛城？佛言：文殊师利，汝不得佛城乎？文殊师利言：如佛城者，但有名字非可得亦不可见，我云何得？佛言：文殊师利，汝得无碍智乎？文殊师利言：我即无碍，云何以无碍而得无何？佛言：汝作道场乎？文殊师利言：一切如来不作道场，我今云何独作道场？何以故？现见诸法住实际故。佛言：云何名实际？文殊师利言：身见等是实际。佛言：云何身见是实际？文殊师利言：身见如香，非实非不实，不来不去亦身非身，是名实际。舍利弗白佛言：世尊，若于斯义地了决定，是名菩萨摩诃萨何以故？得闻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香，心不惊不怖不馁不毁。弥勒菩萨白佛言：世尊，得闻如是般若波罗蜜具足法香，是即近于佛座。何以故？如来现觉此法香故。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得闻甚深般若波罗蜜，能不惊不怖不馁不毁，当知此人即是见佛。尔时复有无相优婆夷白佛言：世尊，凡夫法声闻法辟支佛法佛法，是诸法皆无相，
是故于所从闻般若波罗蜜，皆不惊不怖不馁不毁。何以故？一切诸法本无相故。佛告舍利弗：善男子善女人，若闻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心得决定不惊不怖不馁不毁，当知是人即住不退转地。若人闻是甚深般若波罗蜜，不惊不怖信乐听受欢喜不厌，是即具足檀波罗蜜支波罗蜜忏提波罗蜜毗梨耶波罗蜜禅波罗蜜般若波罗蜜，亦能为他显示分别如说修行。佛告文殊师利：汝观何意？为得阿多罗三藐三菩提。住阿多罗三藐三菩提。文殊师利言：我无得阿多罗三藐三菩提，我不住佛城。云何当得阿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我所说即菩提香。佛赞文殊师利言：善哉善哉！汝能于是甚深法中巧说思义，汝于先佛九种善根，以无相法境修梵行。文殊师利言：若见有相则言无相，我今不见有相，亦不见无相，云何而言以无相法境修梵行？佛告文殊师利：汝见声闻界耶？答曰：见。佛言：汝云何见？文殊师利言：我不作凡夫见，不作圣人见，不作学见，不作无学见，不作大见，不作小见，不作调伏见，不作不调伏见，非见非不见。舍利弗与文殊师利言：汝今如是观声闻乘，若观佛乘当复云何？文殊师利言：不见菩提法，不见修行菩提及证菩提者。舍利弗与文殊师利言：云何名佛？云何观佛？文殊师利言：云何为我？舍利弗言：我者但有名字，名字相空。文殊师利言：如是如是。如我但有名字，佛亦但有名字，名字相空即是菩提。不以名字而求菩提，菩提之相无言无说。何以故？言说菩提二句空故。复次舍利弗：汝问云何名佛？云何观佛者？不生不灭，不来不去，非名非相，是名为佛。如自观身实相，观佛亦然。唯有智者乃能知耳，是名观佛。尔时舍利弗白佛言：世尊，如文殊师利所说般若波罗蜜，非初学菩萨所能了知。文殊师利言：非但初学菩萨所不能知，即诸二乘所作已办者亦未能了知。如是说法，无能知者。何以故？菩提之相，实无有法而可知故。无见无闻无得无念，无生无灭无说无听。如是菩提，性相空寂，无证无知无行无相，云何当有得菩提者？舍利弗与文殊师利言：佛于法界，不证阿多罗三藐三菩提耶？文殊师利言：不也。舍利弗，何以故？世尊即是法界。若以法界证法界者，即是正论。舍利弗，
法界之相即是菩提。何以故？是法界中无众生相，一切法空故。一切法空即是菩提，无二无分别故。舍利弗，无分别中则无知者。若无知者，即无言说。无言说相，即非有非无非知非不知。一切诸法亦复如是。何以故？一切诸法不见处所，决定性故。迦密罪相不可思议。何以故？诸法实相不可坏故。如是逆罪亦无本性，不生天上不堕地狱亦不入灭。何以故？一切业缘皆住实际，不来不去，非因非果。何以故？法界无边无前无后故。是故舍利弗，若见犯众比丘不堕地狱清净，行者不入灭。如是比丘非应功非不应功，非尽漏非不尽漏。何以故？于诸法中住平等故。舍利弗言：云何名不退法忍？文殊师利言：不见少法有生灭相，名不退法忍。舍利弗言：云何复名不调比丘？文殊师利言：漏尽阿罗汉，是名不调。何以故？诸劫已尽，更无所掉故名不调。若过心行，名为凡夫。何以故？凡夫众生不顺法界，是故名过。舍利弗言：善哉善哉！汝今为我善解漏尽阿罗汉义。文殊师利言：如是如是，我即漏尽真阿罗汉。何以故？断求生闻欲及辟支佛欲，以是因缘故名漏尽的阿罗汉。佛告文殊师利：诸菩萨等作道场时，觉悟阿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文殊师利言：菩萨坐于道场，无有觉悟阿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如菩提香，无有少法而可得者，名阿多罗三藐三菩提。无香菩提，谁能作者亦无其者。以是因缘不见菩萨坐于道场，亦不觉证阿多罗三藐三菩提。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菩提即忤逆，忤逆即菩提。何以故？菩提忤逆无二相故。无学无学者，无见无见者，无知无知者，无分别无分别者。如是知相名为菩提。见忤逆相亦复如是。若言见有菩提而取证者，当知此辈即是增上慢人。尔时世尊告文殊师利：汝言我是如来，谓我为如来乎？文殊师利言：不也，世尊。我谓不是如来为如来耶？无有如相可名为如，亦无如来智能知于如。何以故？如来即是无二相故。空谓如来，但有名字。我当云何谓是如来？佛告文殊师利：汝疑如来耶？文殊师利言：不也，世尊。我观如来无决定性，无生无灭故无所疑。佛告文殊师利：汝今不为如来出现于世耶？文殊师利言：若有如来出现世者，一切法界亦应出现。佛告文殊师利：
汝为杀诸佛入灭耶？文殊师利言：诸佛一相不可思议。佛语文殊师利：如是如是。佛是一相不思议相。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佛今住世耶？佛语文殊师利：如是如是。文殊师利言：若佛住世，杀诸佛亦应住世。何以故？一切诸佛皆同一相不思议相。不思议相无生无灭。若未来诸佛出兴于世，一切诸佛亦皆出世。何以故？不思议中无过去未来现在相。但众生取的，未有出世为佛灭度。佛语文殊师利：此是如来、阿罗汉、阿拔智菩萨所解。何以故？是三种人，闻甚深法，能不诽谤，亦不赞叹。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如是不思议法，谁当诽谤，谁当赞叹？佛告文殊师利：如来不思议，凡夫亦不思议。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凡夫亦不思议耶？佛言：亦不思议。何以故？一切心相皆不思议。文殊师利言：若如是说，如来不思议，凡夫亦不思议。今无数诸佛求于涅途自疲劳。何以故？不思议法即是涅，等无异故。文殊师利言：如是凡夫不思议，诸佛不思议。若善男子善女人，久习善根尽善知识，乃能了之。佛告文殊师利：汝欲使如来于众生中为最胜耶？文殊师利言：我欲使如来于诸众生为最第一，但众生相异不可得。佛言：汝欲使如来得不思议法耶？文殊师利言：欲使如来得不思议法，而于诸法无成就者。佛告文殊师利：汝欲使如来说法教化耶？文殊师利白佛言：我欲使如来说法教化，而是说及听者皆不可得。何以故？诸法界故。法界众生无差别相。佛告文殊师利：汝欲使如来为无上福田耶？文殊师利言：如来是无尽福田，是无尽香。无尽香即无上福田，非福田非不福田，是名福田。无有明暗生灭等相，是名福田。若能如是解福田相，身执善众亦无增减。佛告文殊师利：云何执众不增不减？文殊师利言：福田之香，不可思议。若人于中如法修善亦不可思议。如是执众名无增无减，亦是无上最胜福田。尔时大地以佛神力，六种震动现无常相，16000人皆得无生法忍，700比丘3000，优婆塞4万，优婆夷60亿那，由他六欲诸天，远尘离垢于诸法中得法眼净。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上，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下，梁伏南国三藏曼陀罗仙意耳十阿难从座而起，偏袒又尖又稀的地。白佛言：
世尊，何因缘故？如是大第六种震动。佛告阿难：我说福田无差别相，故现思瑞。往昔诸佛亦于此处，作如是说福田之香，利益众生。一切世界六种震动。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文殊师利是不可思议。何以故？所说法相不可思议。佛告文殊师利：如是如是。如舍利弗言：汝之所说实不可思议。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不可思议不可说，思议亦不可说。如是思议不思议性具不可说。一切声香非思议亦非不可思议。佛言：汝入不思议三昧耶？文殊师利言：不也，世尊。我即不思议，不见有心能思议者。云何而言入不思议三昧？我初发心欲入是定，而今思维，实无心相而入三昧。如人学设九习，则巧后虽无心，以九习故见发皆中。我亦如是。初学不思议三昧系心一缘，若九习成就，更无心想与定具。舍利弗与文殊师利言：更有胜妙寂灭定部。文殊师利言：若有不思议定者，如可问言。更有寂灭定部，如我意解。不可思议定尚不可得，云何问有寂灭定乎？舍利弗言：不可思议定不可得耶？文殊师利言：思议定者是可得香，不可思议定者不可得香。一切众生时成就不思议定。何以故？一切心相即非心故，是名不思议定。是故一切众生相即不思议三昧相，等无分别。佛赞文殊师利言：善哉善哉！汝于诸佛90善根净修梵行，乃能演说甚深三昧。汝今安住如是般若波罗蜜中。文殊师利言：若我住般若波罗蜜中，能作是说，即是有想便住我想。若住有想我想中者，般若波罗蜜便有处所。般若波罗蜜若住于无，亦是我想亦名处所。离此二处住无所住。如诸佛住安处，寂灭非思议境界。如是不思议，名般若波罗蜜住处。般若波罗蜜处，一切法无相，一切法无作。般若波罗蜜即不思议，不思议即法界，法界即无相，无相即不思议，不思议即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法界，无二无别，无二无别即法界，法界即无相，无相即般若波罗蜜界。般若波罗蜜界即不思议界，不思议界即无生无灭界，无生无灭界即不思议界。文殊师利言：如来界即我界即不二相。如是修般若波罗蜜者，则不求菩提。何以故？菩提相离，即是般若波罗蜜故。世尊，若知我相而不可得，无知无着是佛所知。不可思议无知无着即佛所知。何以故？
知体本性无所有相，云何能转法界？若知本性无体无着者，即名无物。若无有物，是无处所无依无住。无依无住即无生无灭，无生无灭即是有为无为功德。若如是知，则无心想。无心想者，云何当知？有为无为功德，无知即不思议。不思议者，是佛所知。亦无取无不取，不见三世去来等相。不取生灭及诸体作，亦不断不长。如是知者，是名正智。不思议智如虚空，无此无彼，不可比类。无好恶无等等，无相无貌。佛告文殊师利：若如是知名不退智。文殊师利言：无作智名不退智，犹如金挺仙家捶打方知好恶。若不智打无能知者，不退智相亦复如是。要行境界，不念不着无起无作，具足不动不生不灭，而乃显现。尔时佛告文殊师利言：如诸如来自说己智，谁当能信？文殊师利言：如是智者，非灭法，非生死法，是即灭行是无动行，不断贪欲会愚痴，亦非不断。何以故？无尽无灭不离，生死亦非不离。不修道非不修道，作是结者名为正信。佛告文殊师利言：善哉善哉，如所说深解思义。尔时摩诃迦叶白佛言：世尊，于当来世，若说如是甚深正法，谁能信解如闻受行？佛告迦叶：今此会中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得闻此经者，如是人等于未来世若闻是法，必能信解于甚深般若波罗蜜，乃能读诵信解受持，亦为他人分别演说。譬如长者施摩尼宝忧愁苦恼，后若还得，心甚欢喜。如是迦叶，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等，亦复如是，有信乐心。若不闻法，则生苦恼；若得闻时信解受持，常乐读诵，甚大欢喜。当知此人即是见佛，亦即亲近供养诸佛。佛告迦叶：譬如刀立天上，波粒至多罗树号出时，世中诸天见是树已皆大欢喜。此树不久必当开敷。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得闻般若波罗蜜，能生信解，亦复如是。此人不久亦当开敷一切佛法。于当来世，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闻般若波罗蜜，信受读诵，心不毁没。当知是人已从此会听受是经，亦能为人聚落，诚意广说流布。当知是人佛所护念。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中，有能信乐无疑惑者，是善男子善女人。于过去诸佛，久以修学植种善根。譬如有人以手穿珠，忽遇无上真摩尼宝，心大欢喜。当知是人必已曾见。如是迦叶，若善男子善女人修学于法，
忽然得闻甚深般若波罗蜜能生欢喜，亦复如是。当知此人已曾闻故。若有众生得闻甚深般若波罗蜜，心能信受生大欢喜。如是人等亦曾亲近无数诸佛，从闻般若波罗蜜以修学故。譬如有人先所经见诚意聚落后，若闻人赞叹彼城所有圆愿种种池泉华果林树男女人民皆可爱乐，是人闻以极大欢喜，更劝令说是城圆愿众好言是杂华池泉多诸干果，种种真妙一切爱乐，是人得闻众甚欢喜。如是之人皆曾见故。若善男子善女人，有闻般若波罗蜜，信心听受能生欢喜，乐闻不厌而更劝说。当知此辈已从文殊师利，曾闻如是般若波罗蜜故。迦叶白佛言：世尊，若将来是善男子善女人，得闻是甚深般若波罗蜜，信乐听受，以是相故，当知此人亦于过去佛所曾闻修学。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佛说诸法无作无相，第一寂灭。若善男子善女人，有能如是地了思议，如闻如说，为诸如来之所赞叹，不为法相是及佛说，亦是炽然般若波罗蜜香，亦名炽然具足佛法，通达实相不可思议。佛告文殊师利：我本行菩萨到时修诸善根，欲住阿拔智地，当学般若波罗蜜，欲成阿多罗三藐三菩提，当学般若波罗蜜。若善男子善女人，欲解一切法相，欲知一切众生心界皆悉同等，当学般若波罗蜜。文殊师利：欲学一切佛法具足无碍，当学般若波罗蜜。欲学一切佛成阿多罗三藐三菩提实相好威仪无量法事，当学般若波罗蜜。欲知一切佛不成阿多罗三藐三菩提一切法事及诸威仪，当学般若波罗蜜。何以故？是空法中不见诸佛菩提等故。若善男子善女人，欲知如是等相无疑惑者，当学般若波罗蜜。何以故？般若波罗蜜不见诸法若生若灭若垢若净，是故善男子善女人，应作如是学般若波罗蜜。欲知一切法无过去未来现在等相，当学般若波罗蜜。何以故？法界性相无三世故。欲知一切法同入法界心无挂碍，当学般若波罗蜜。欲得三转12行法轮义自证之而不取的，当学般若波罗蜜。欲得慈心遍覆一切众生而无限其意不作念有众生相，当学般若波罗蜜。欲得于一切众生不起正论，亦复不取无正论相，当学般若波罗蜜。欲知是处非处，实力无畏诸佛，智慧得无碍变，当学般若波罗蜜。尔时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我观正法，无为无相无得无立，无生无灭无来无去，无知者无见者无作者，不见般若波罗蜜，
亦不见般若波罗蜜境界，非正非不正，不作细论，无有分别。一切法无尽离尽，无凡夫法，无声闻法，无辟支佛法，佛法非得非不得，不舍生死不正灭，非思议非不思议，非作非不作，法相如是。不知云何当学般若波罗蜜？尔时佛告文殊师利：若能如是知诸法相，是名当学般若波罗蜜。菩萨摩诃萨若欲学菩提自在三昧，得是三昧已，照明一切甚深佛法及知一切诸佛名字，亦悉了达诸佛世界无有障碍。当如文殊师利所说般若波罗蜜中学。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何以故？名般若波罗蜜。佛言：般若波罗蜜无边无际无名无相，非思量无归依无周住，无犯无福无慧无名，犹如法界无有分其义无限数，是名般若波罗蜜。亦名菩萨摩诃萨行处，非处非不行处，悉入一乘名非行处。何以故？无念无作故。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当云何行能速得阿多罗三藐三菩提？佛言：文殊师利，如般若波罗蜜所说行，能速得阿多罗三藐三菩提。复有一行三昧，若善男子善女人修是三昧者，亦速得阿多罗三藐三菩提。文殊师利言：世尊，云何名一行三昧？佛言：法界一相，系缘法界是名一行三昧。若善男子善女人，欲入一行三昧，当先闻般若波罗蜜如说修学，然后能入一行三昧。如法界缘不退不坏，不思议无碍无相。善男子善女人欲入一行三昧，应处空闲舍诸乱意，不取相貌，细心依佛专称名字，随佛方所端身正相，能于依佛念念相续，即是念中能见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何以故？念依佛功德无量无边，亦与无量诸佛功德无二不思议，佛法等无分别，皆成一如成最正觉，悉具无量功德无量辩才。如是入一行三昧者，尽知杀诸佛法皆无差别相。阿难所闻佛法，得念总持辩才智慧，于声闻中虽未最胜，犹住量数则有限碍。若得一行三昧，诸经法门一一分别，皆悉了知决定无碍。昼夜常说智慧辩才终不断绝。若比阿难多闻辩才百千等分不及其一。菩萨摩诃萨应作是念：我当云何逮得一行三昧不可思议功德无量名称？佛言：菩萨摩诃萨，当念一行三昧，常勤精进而不懈怠。如是次第渐渐修学，则能得入一行三昧。不可思议功德作证，除谤正法不信恶业重罪障者，所不能入。复次文殊师利，譬如有人得摩尼珠是其诸师，诸师答言：此是无价真摩尼宝。即求师言：
为我制魔物施光色。诸师至以随其魔时，诸色光明映彻表。文殊师利。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修学一行三昧，不可思议功德无量名称，随修学时之诸法相，明达无碍功德增长，亦复如是。文殊师利。譬如日轮光明遍满无有减香，若得一行三昧，悉能具足一切功德无有缺少，亦复如是。照明佛法如日轮光。文殊师利。我所说法皆是一位离位，解脱位寂灭位。若善男子善女人得是一行三昧者，其所演说亦是一位离位，解脱位寂灭位，随顺正法无错谬相。文殊师利。若菩萨摩诃萨得是一行三昧，皆悉满足诸道之法，速得阿多罗三藐三菩提。复次文殊师利。菩萨摩诃萨不见法界有分别相即以一相，速得阿多罗三藐三菩提相不可思议。是菩提中亦无得佛。如是知者速得阿多罗三藐三菩提。若信一切法悉是佛法，不生惊不异不疑惑，如是人者，速得阿多罗三藐三菩提。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以如是因，速得阿多罗三藐三菩提耶？佛言：得阿多罗三藐三菩提，不以因得，不以非因得。何以故？不思议界，不以因得，不以非因得。若善男子善女人闻如是说，不生懈怠，当知是人已于先佛种诸善根。是故比丘比丘尼闻说是甚深般若波罗蜜，不生惊怖，即是从佛出家。若优婆塞优婆夷得闻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心不惊怖，即是成就真归依处文殊师利。若善男子善女人不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即是不修佛成。譬如大地一切药木皆依得生长。文殊师利。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一切善根皆依般若波罗蜜而得增长，于阿多罗三藐三菩提不相违背。尔时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此言菩提成意聚落，当于何处演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佛告文殊师利：今此会中若有人闻般若波罗蜜，皆发誓言：于未来世常得与般若波罗蜜相应，从事信解。未来世中能听是经，当知此人不从于小善根中来，所能堪受闻以欢喜。文殊师利。若复有人从入听是般若波罗蜜，应作是言：此般若波罗蜜中，无生闻辟之佛法，亦无凡夫生灭等法。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来问我言：云何如来说般若波罗蜜？我当答言：一切诸法无正论相。云何如来当说般若波罗蜜？何以故？不见有法可于法正论，亦无众生心识能知。复次世尊，
我当更说究竟实际。何以故？一切法相同入实际。阿罗汉无别生法。何以故？阿罗汉法凡夫法，不疑不异故。复次世尊，如是说法，无有众生以得灭心得当得。何以故？无有决定众生相故。文殊师利言：若人欲闻般若波罗蜜，我当作如是说。其有听者，不念不得无闻无得，当如幻人无所分别。如是说者是真说法，是故听者莫作二相，不舍诸见而修佛法，不取佛法不舍凡夫法。何以故？佛及凡夫二法相空，无取舍故。若人问我，当作是说。如是安慰，如是建立。善男子善女人应如是问作，如是住。心不退不馁，当如法相随顺。般若波罗蜜说。尔时世尊叹文殊师利：善哉善哉！如所说。若善男子善女人遇见诸佛，应学如是般若波罗蜜。欲亲近诸佛如法供养，应学如是般若波罗蜜。若欲言如来是我世尊，应学如是般若波罗蜜。若言如来非我世尊，亦应学如是般若波罗蜜。若欲成阿多罗三藐三菩提，应学如是般若波罗蜜。若欲不成阿多罗三藐三菩提，亦应学如是般若波罗蜜。若欲成就一切三昧，应学如是般若波罗蜜。若欲不成就一切三昧，亦应学如是般若波罗蜜。何以故？无作三昧无异相故，一切法无生无出故。若欲知一切法假名，应学如是般若波罗蜜。若欲知一切众生修菩提道，不求菩提相心不退馁，应学如是般若波罗蜜。何以故？一切法皆菩提相故。若欲知一切众生行非行相，非行即菩提，菩提即法界，法界即实际，心不退馁，应学如是般若波罗蜜。若欲知一切如来神通变化，无相无碍亦无方所，应学如是般若波罗蜜。佛告文殊师利：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欲得不堕恶趣，当学般若波罗蜜，一次俱记受持，读诵为他解说，随顺实相。如是善男子善女人，当知决定得阿多罗三藐三菩提，得住佛国。若闻如是般若波罗蜜，不惊不畏，心生信解，当知此辈佛所印可，是佛所行大乘法印。若善男子善女人学此法印，超过恶趣，不入声闻辟支佛道，已超过故。尔时地是33天，以天妙华优波罗华居物头华分陀利华天曼陀罗华等天檀香及于墨香种种金宝作天伎乐，为供养般若波罗蜜，并诸如来及文殊师利，以赞其上，作是供养矣。愿我常闻般若波罗蜜法印，是其还因复作是愿。愿言菩提善男子善女人，常使得闻是经决定佛法，
皆令信解受持，读诵为人演说。一切诸天为作拥护。尔时佛告释其还因言：释迦，如是如是。善男子，善女人当得决定诸佛菩提。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如是受持善男子善女人，得到利益功德无量。尔时以佛神力，一切大地六种震动，佛时微笑放大光明，遍照3000大千世界。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即是如来印般若波罗蜜香。佛言：文殊师利，如是如是。说般若波罗蜜已皆现此瑞，为印般若波罗蜜故，使人受持令无赞悔。何以故？无相法印不可赞悔。我今以是法印，令诸天魔不能得辩。佛说是已。尔时诸大菩萨及四部众，闻说般若波罗蜜，欢喜奉行。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下。为摩诘所说经，一名不可思议解脱上卷。姚秦三藏鸠摩罗什译佛国品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毗耶离罗树园，与大比丘众8000人聚，菩萨32000，众所知事，大智本行皆悉成就。诸佛威神之所建立，为护法成，受持正法，能施子吼，名闻十方，众人不请，有而安之。少龙三宝，能止不绝，降伏魔怨，治诸外道，悉以清净，永离盖缠，心常安住，无碍解脱，念定总持，辩才不断，不失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其方便力无不具足，逮无所得，不起乏忍，以能随顺，转不退轮，善解法相，知众生根，盖诸大众，得无所谓。功德智慧以修其心，相好言身色相第一，舍诸世间所有嗜好，名称高远，于须弥，深信坚固，犹若金刚，法宝普照而与甘露，于众言音微妙第一，深入元气，断诸邪见有无二边，无复于习，言法无畏由狮子吼，其所讲说乃如雷震，无有量，已过量，集众法宝，如海导师，了达诸法深妙之意，善知众生往来所去及心所行，尽无等等佛自在会实力无畏18不共，关闭一切诸恶趣门，而生五道以现其身，为大医王，善疗众病，应病与药，令得福行，无量功德皆成就，无量佛土皆严净，其见闻者无不蒙益，诸有所作亦不唐捐，如是一切功德皆悉具足。其名曰等观菩萨、不等观菩萨、等不等观菩萨、定自在王菩萨、法自在王菩萨、法相菩萨、光相菩萨、光严菩萨、大严菩萨、宝积菩萨、辩积菩萨、宝手菩萨、宝印手菩萨、常
举手菩萨长，下手菩萨长叹，菩萨喜根，菩萨喜王，菩萨变音菩萨，虚空藏菩萨，持宝具菩萨，宝永菩萨，宝剑菩萨，地网菩萨，明网菩萨，无缘观菩萨，慧基菩萨，宝圣菩萨，天王菩萨，坏魔菩萨，电德菩萨，自在王菩萨，功德相延菩萨，狮子吼菩萨，雷音菩萨，山相击因菩萨相向，菩萨白相向，菩萨常精进，菩萨不休息，菩萨妙声菩萨，华严菩萨，观世音菩萨，得大士菩萨，梵网菩萨，宝障菩萨，无胜菩萨，阎土菩萨，金济菩萨，诸济菩萨，弥勒菩萨，文殊师利法王子菩萨，如是等32000人，复有万梵天王师气等。从于四天下来诣佛所而听法，复有12000天地，亦从于四天下来在会坐，并于大威力诸天龙神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目迦头罗迦等悉来会坐。诸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俱来会坐。彼时，佛与无量百千之众恭敬围绕而为说法，譬如须弥山王显于大海，安处众宝狮子之座，必于一切诸来大众。尔时，毗耶离城有长者子，名曰宝积，于500长者子，具持七宝盖，来诣佛所，头面礼足，各以其盖供养佛。佛之威神，令诸宝盖合成一盖，遍覆3000大千世界，而此世界广长之相悉于中现。又此3000大千世界，诸须弥山、雪山、目真林佛山、摩诃目真林佛山、香山、宝山、金山、黑山、铁围山、大铁围山，大海江河川流泉源，及日月星辰、天宫龙宫诸尊神宫，悉现于宝盖中。又十方诸佛说法，亦现于宝盖中。尔时，一切大众睹佛神力，叹未曾有，合掌礼佛，瞻仰尊严，目不暂舍。于是长者子宝积，即于佛前以偈颂曰：目净修广如清，莲心净以度诸禅定久积净业称无量导众以偈，故稽首偈见大圣以神变普现十方无量土，其中诸佛演说法于是一切悉见闻法王法力超群生常一法，才施一切能善，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义而不动以于诸法得自在是故，稽首此法王说法不有义，不无以因缘，故诸法生无我，无道无受者善恶之业亦不亡时，在佛树立降摩得甘露灭绝，道成以无心，亦无受行而息，摧伏诸外道，三转法轮于大千其轮本来常，清净天人得，到此为正三宝，于是现世间，以思妙法济群，生一寿不退长。既然度老病死，大医王当离法，海得无边毁誉，不动如虚拟于善不善等以慈心行，平等如虚空熟，闻人宝不净成金凤。世尊此威盖于中现我3000界诸天龙神所居功乾闼婆等及夜叉悉见世间诸所有实力哀现世化，遍众睹悉有皆叹佛今我稽首三界尊大圣法王，众所归敬心观，佛弥不心各见，世尊在其前，斯得神力不供法佛以一因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皆
为世尊同其与思得神力，不共法佛以一因演说法众生，各个随所解，普得受行或其力思得神力，不共法佛以一因演说法，或有恐畏，或欢喜，或生厌离，或断疑思，则神力不共法稽首实力大，精进稽首以得，无所谓稽首助于不共法稽首，一切大导师稽首能断众劫，复稽首以道于彼岸，稽首能度诸世间，稽首永离生死道，悉知众生来去相善，于诸法得解脱故的世间。如莲华常善入于空寂行达诸法相无挂碍，稽首如空无所依。尔时，长者子宝积说此偈已，白佛言：世尊，是500长者子，皆已发阿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愿闻得佛国土清净，唯愿世尊说诸菩萨净土之行。佛言：善哉宝积，乃能为诸菩萨问于如来净土之行。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于是宝积及500长者子受教而听。佛言：宝积，众生之类是菩萨佛土，所以者何？菩萨随所化众生而取佛土，随所调伏众生而取佛土，随诸众生应以何国入佛智慧而取佛土，随诸众生应以何国起菩萨根而取佛土。所以者何？菩萨取于净国，皆为饶益诸众生故。譬如有人欲于空地造立宫室，随意无碍，若于虚空终不能成。菩萨如是，为成就众生故，愿取佛国。愿取佛国者，非于空也。宝积当知，执心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不产众生来生其国，身心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具足功德众生来生其国，菩提心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大成众生来生其国，不知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一切能舍众生来生其国，持戒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行持善道满愿众生来生其国，忍辱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32相庄严众生来生其国，精进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勤修一切功德众生来生其国，禅定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摄心不乱众生来生其国，智慧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正定众生来生其国，四无量心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成就慈悲喜舍众生来生其国，四摄法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解脱所摄众生来生其国，方便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于一切法方便无碍众生来生其国，37道品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念处正勤神足根力觉道众生来生其国，回向心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得一切具足功德国土，说除八难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国土无有三恶八难，自守戒行不羁，彼却是菩萨净土。
菩萨成佛时，国土无有犯禁之名，实善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命不重妖大，复犯行所严惩，地常以软语眷属不离善，何正颂言必饶益，不及不会正见，众生来生其国。如是宝积，菩萨随其执心则能发行，随其发行则得身心，随其身心则易调伏，随易调伏则如说行，随如说行则能回向，随其回向则有方便，随其方便则成就众生，随成就众生则佛土净，随佛土净则说法净，随说法净则智慧净，随智慧净则其心净，随其心净则一切功德净。是故宝积，若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尔时，舍利弗成佛威神作是念：若菩萨心净，则佛土净者，我世尊本为菩萨，实亦岂不净？而是佛土不净若此。佛知其念，即告之言：于意云何？日月岂不净耶？而盲者不见。对曰：不也。世尊，是盲者过，非日月救。舍利弗，众生罪故，不见如来佛土严净，非如来救。舍利弗，我此土净而汝不见。尔时，罗辑梵王与舍利弗，勿作是意。为此佛土以为不净，所以者何？我见释迦牟尼佛土清净，譬如自在天宫。舍利弗言：我见此土，丘陵坑坎经沙砾土石诸山，秽恶充满。罗辑梵言：仁者心有高下，不依佛慧，故见此土为不净耳。舍利弗，菩萨于一切众生悉皆平等，身心清净，依佛智慧，则能见此佛土清净。于是佛以足指暗地，即13,000大千世界，若干百千珍宝严饰，譬如宝庄严佛无量功德宝庄严土，一切大众叹未曾有，而皆自见作宝莲华。佛告舍利弗：汝且观是佛土严净。舍利弗言：唯然，世尊。本所不见，本所不闻，今佛国土严净悉现。佛语舍利弗：我佛国土常净若此，为欲度斯下列人故。世事众恶不净土耳。譬如诸天供宝器时，随其福德犯色有异。如是。舍利弗，若人心净，便见此土功德庄严。当佛现此国土严净之时，宝积所将500长者子皆得无生法忍，84000人皆发阿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佛设神足，于是世界还复如故。求生闻成32000天及人，知有为法皆悉无常，远尘离垢，得法眼净。8000比丘不受诸法，漏尽一解，方便品第2尔时，毗耶离大城中，有长者名为摩羯，已曾供养无量诸佛，深植善本，得无生忍，辩才无碍，游戏神通，
逮诸总持，或无所谓，降魔劳怨，入深法门，善于制度，通达方便，大愿成就，明了众生心之所去，又能分别诸根利钝，久于佛道，心已纯殊，决定大成，诸有所作，能善思量，诸佛威仪，心大如海，诸佛资阶，弟子是犯世诸所敬，欲度人故，以善方便居体耶离，资财无量摄诸贫民，奉戒清净摄诸毁尽，以忍调行摄诸恚怒，以大精进摄诸懈怠，依心禅寂摄诸乱意，以决定慧摄诸无智，虽为白衣，奉持沙门清净律行，虽处居家，不得三戒，是有妻子，常修梵行，现有眷属，常乐远离，虽服宝饰而以相好延伸，虽复饮食而以禅悦慰慰，若是博弈细处者以度人，受诸异道不毁正信，虽明示典常乐佛法，一切见境为供养中罪，持持正法摄诸常诱，一切智生邪偶，虽获俗利不以喜悦，由诸四渠饶益众生，入世正法救护一切，入讲论处导以大成，入诸学堂又开同盟，入诸淫舍是欲之过，入诸酒肆能立其志，若在长者，长者中尊，未说圣法；若在居士，居士中尊，断其贪着；若在沙利，沙利中尊，教以人辱；若在婆罗门，婆罗门中尊，除其我慢；若在大臣，大臣中尊，教以正法；若在王子，王子中尊，是以忠孝；若在内官，内官中尊，化正宫女；若在庶民，庶民中尊，令兴福利；若在梵天，梵天中尊，会以盛会；若在地势，地势中尊，视现无常；若在护世，护世中尊，护诸众生。长者为摩诘以如是等无量方便，饶益众生，其以方便，现身有疾，以其疾故，国王大臣长者居士婆罗门等，及诸王子并于官属无数千人皆往问疾，其王者为摩诘因以身极广为说法，诸人者是身无常无强无力无坚，速朽之法，不可信也。为苦为恼，众病所及，诸人者如此身，明智者所不护，是身如锯末，不可脱磨；是身如泡，不得久立；是身如盐，从可爱生；是身如芭蕉，终无有间；是身如幻，从颠倒起；是身如梦，未须妄见；是身如影，从业缘现；是身如相，属诸因缘；是身如浮云，须臾变灭；是身如电，念念不住；是身无主味如地；是身无我味如火；是身无受味如风；是身无人味如水；
是身不实；四大为家，是身为空；离我所，是身无知；如草木瓦砾，是身无作；风力所转，是身不静；秽恶充满，是身为虚伪；虽假以早欲一时，必归磨灭，是身为灾；百疑病恼，是身如丘井；为劳所逼，是身无定；为要当死，是身如毒蛇；如怨贼，如空惧，因借诸路所共合成。诸人者，此可幻验，当乐佛身。所以者何？佛身者，即法身也。从无量功德智慧生，从戒定慧解脱之见生，从慈悲喜舍生，从布施持戒忍辱柔和勤行精进禅定解脱三昧多闻智慧诸波罗蜜生，从方便生，从六通生，从三明生，从37道品生，从止观生，从十力四无所谓18不共法生，从断一切不善法及一切善法生，从真实生，从不放逸生，从如是无量清净法生如来身。诸人者，欲得佛身，断一切众生病者，当发阿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如是，长者为摩诘为诸问疾者如应说法，令无数千人皆发阿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弟子品第三耳时，长者为摩诘自念寝疾于床，世尊大慈，名不垂名。佛知其意，即告舍利弗：汝行义为摩诘问疾。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意比问疾，所以者何？意念我昔曾于林中，宴坐树下，时为摩诘来谓我言：为舍利弗，不必是坐，为宴坐也。夫宴坐者，不于三界现身意，是谓宴坐；不起灭定而现诸威仪，是谓宴坐；不舍道法而现凡夫事，是谓宴坐；心不住内意不在外，是谓宴坐；于诸见不动，而修行37品，是谓宴坐；不断烦恼而入灭，是谓宴坐。若能如是坐者，佛所应可。使我世尊闻说是语，默然而止，不能加报，故我不任意比问疾。佛告大目犍连：汝行义为摩诘问疾。目连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意比问疾，所以者何？意念我昔入毗耶离大城，于理相中，为诸居士说法。时为摩诘来谓我言：为大目连，为白衣居士说法，不当如人者所说。夫说法者，当如法说。法无众生，离众生垢故；法无有我，离我垢故；法无寿命，离生死故；法无有人，前后既断故；法常寂然，灭诸相故；法离于相，无所缘故；法无名字，言语断故；法无有说，离觉观故；
法无形相，如虚空故，法无细论，毕竟空故，法无我所，离我所故，法无分别，离诸实故，法无有彼，无相待故，法不属因，不在缘故，法同法性，入诸法故，法随于如，无所随故，法住实际，诸边不动故，法无动摇，不依六尘故，法无去来，常不住故，法顺空，随无相，应无作，法离好臭，法无增损，法无生灭，法无所归，法过眼耳鼻舌身心，法无高下，法常住不动，法离一切观行，为大目连，法相如是，其可说乎？夫说法者，无说无事，其听法者，无闻无得。譬如幻视，为幻人说法，当见是义而为说法，当了众生根有利钝，善于知见，无所挂碍，以大悲心，赞于大成，念报佛恩，不断三宝，然后说法。为摩诘说是法时，800居士发阿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我无此变，是故不任意彼问及。佛告大迦叶：汝行亦为摩诘问及。迦叶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意彼问及，所以者何？意念我昔于品里而行起，时为摩诘来为我言：为大迦叶，有慈悲心而不能普，舍豪富，从贫起。迦叶，住平等法，应次行起时，为不实故；应行起时，为坏和相故；应取揣时，为不受故；应受彼时，以空具象，入于聚落，所见色，与盲等，所闻声，与响等，所嗅香，与风等，所食味，不分别，受诸处，如是正，知诸法如幻相，无自性无他性，本自不然，今则无灭。迦叶，若能不舍八邪，入八解脱，以邪相入正法，以一实施一切，供养诸佛及众贤圣，然后可食。如是食者，非有烦恼，非离烦恼，非入定意，非起定意，非住世间，非住灭。其有失者，无大福，无小福，不为益，不为损，是为正入佛道，不依声闻。迦叶，若如是时，为不空时人之师也。使我世尊闻说是语，得未曾有，及于一切菩萨，身体静心，复作是念，思有佳名，辩才智慧，乃能如是。其谁闻此不发阿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我从是来，不复劝人以声闻辟支佛行，是故不任意彼问及。佛告须菩提：汝行亦为摩诘问及。须菩提白佛言：世尊，
我不贪任意笔问疾，所以者何？意念我息，入其舍，从其时，时为摩诘取我钵，盛满饭，为我言：为须菩提，若能于时等者，诸法亦等；诸法等者，于时亦等。如是行气，乃可取时。若须菩提，不断淫怒痴，亦不语句，不坏于身，而随衣香，不灭痴爱，起于明脱，以五逆香而得解脱，亦不解不复，不见四谛，非不见地，非得果，非不得果，非凡夫，非离凡夫法，非圣人，非不圣人，虽成就一切法，而离诸法相，乃可取时。若须菩提，不见佛，不闻法，彼外道六师，富兰那迦叶末迦离居舍离子山叶毗罗之子阿多赤舍亲婆罗迦罗鸠陀迦瞻延尼坚陀若提子等是汝之师，因其出家，彼师所堕，汝亦随堕，乃可取时。若须菩提，入诸邪见，不到彼岸，住于八难，不得无难，通于烦恼，离清净法，汝得无正三昧，一切众生亦得是定。其师汝者，不明福田，供养汝者，堕三恶道，为与众魔共衣受，作诸牢狱。汝与众魔及诸尘劳等无有异，于一切众生而有怨心，谤诸佛毁于法，不入众数，终不得灭度。汝若如是，乃可取时。时我世尊闻此语茫然，不识是何言，不知以何答，便至钵欲出其舍，为摩诘言：为须菩提，取钵勿惧，于意云何？如来所作化人，若以是世劫，宁有惧怖？我言：不也。为摩诘言：一切诸法如幻化相，汝今不应有所惧也。所以者何？一切言说，不离事相。至于智者，不得文字，故无所惧。何以故？文字性离，无有文字，是则解脱。解脱相者得诸法也。为摩诘说是法时，200天子得法眼净，故我不任意笔问疾。佛告富楼那弥多罗尼子：汝行亦为摩诘问疾。富楼那白佛言：世尊，我不贪任意笔问疾，所以者何？意念我息，于大林中在一树下，为诸心学比丘说法。时为摩诘来为我言：为富楼那，先当入定，观此人心，然后说法。吾以会时，至于宝器，当知是比丘心之所念。吾以琉璃铜比水晶，汝不能知众生根源，吾得发起以小乘法，彼自无匡，勿伤之也。欲行大道，莫视小径。吾以大海，内于牛机，吾以日光，等彼荧惑。富楼那，
此比丘久发大乘心，终忘此意，如何以小乘法而教导之？我观小乘智慧微浅，犹如盲人，不能分别一切众生根之利钝，实为摩诘极入三昧，令此比丘自食宿命。曾于500佛所持众得本，回向阿多罗三藐三菩提，即时豁然，还得本心。于是诸比丘稽首礼为摩诘族，实为摩诘因为说法，于阿多罗三藐三菩提不复退转。我念声闻，不观人根，不应说法，是故不任一笔问及。佛告摩诃迦旃延：汝行亦为摩诘问及。迦旃延白佛言：世尊，我不贪任一笔问及，所以者何？意念息者。佛为诸比丘略说法要，我即于后敷衍其意，谓无常亦苦亦空亦无我亦寂灭亦。时为摩诘来为我言：为迦旃延，吾以生灭心行，说实相法。迦旃延，诸法毕竟不生不灭，是无常义。五受因动达空无所起，是苦义。诸法究竟无所有，是空义。于我无我而不二，是无我义。法本不然，今则无灭，是即灭义。说是法时，彼诸比丘心得解脱，故我不任一笔问及。佛告阿那律：汝行亦为摩诘问及。阿那律白佛言：世尊，我不贪任一笔问及，所以者何？意念我昔于一处经行，时有梵王名曰严净，与万梵俱，放净光明，来诣我所，稽首作礼问我言：几何？阿那律：天眼所见。我即答言：仁者，吾见此释迦牟尼佛土3000大千世界，如观掌中摩勒果。时为摩诘来为我言：为阿那律，天眼所见，未作香耶？无作香耶？假使作香，则与外道五通等；若无作香，即是无为，不应有见。世尊，我实默然。彼诸梵闻其言，得未曾有，即未作礼而问曰：是属有真天眼者？为摩诘言：有佛世尊，得真天眼，常在三昧，悉见诸佛国，不以二相。于是严净梵王及其眷属500梵天，皆发阿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礼为摩诘足矣。忽然不现，故我不任一笔问及。佛告优波离：汝行亦为摩诘问及。优波离白佛言：世尊，我不贪任一笔问及，所以者何？意念息者。有2比丘犯律行，以为耻，不敢问佛，来问我言：为优波离，我等犯律，诚以为耻，不敢问佛，愿解疑会，得免思究。我即为其如法解说。时为摩诘来为我言：为优波离，吾众增此2比丘罪，当执除灭。
勿扰其心。所以者何？彼罪性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如佛所说，心垢故，众生垢；心净故，众生净。心亦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如其心然，罪垢亦然，诸法亦然，不出于如。如优波离，以心相得解脱时，宁有垢不？我言不也。为摩诘言，一切众生心相无垢，亦复如是。为优波离，妄想是垢，无妄想是净；颠倒是垢，无颠倒是净；取我是垢，不取我是净。优波离，一切法生灭不住，如幻如电，诸法不相待，乃至一念不住，诸法皆妄见。如梦如烟如水中月如镜中像，以妄想生。其之此者，是名风律；其之此者，是名善解。于是二比丘言：上至哉！是优波离所不能及。持律之上而不能说。我即答言：自舍如来，未有声闻及菩萨能至其乐说之辩，其智慧明达未若此也。十二比丘以悔即除，发阿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作是愿言：令一切众生皆得是辩，故我不任一比问及。佛告罗穆迦侯：罗，汝行亦为摩诘问及。罗穆迦侯罗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意比问及。所以者何？意念昔时，毗耶离诸长者子来诣我所，稽首作礼，问我言：为罗穆迦侯，罗，汝佛之子，舍转轮王位出家为道，其出家者有何等力？我即如法未说出家功德之力，实为摩诘来为我言：为罗穆迦侯，罗，不应说出家功德之力。所以者何？无力无功德，是谓出家。有为法者，可说有力有功德。夫出家者，谓无为法。无为法中，无力无功德。罗穆迦侯，罗，出家者，无彼无此亦无中间，离62见，处于涅。智者所受，圣所行处，降伏众魔，度五道，净无言，得五力，力五根，不恼于彼，离众杂恶，摧诸外道，超越假名，出淤泥，无系的，无我所，无所受，无扰乱，内怀喜，护彼意，随禅定，离众过。若能如是，是真出家。于是为摩诘与诸长者子，汝等于正法中，一共出家。所以者何？佛事难执。诸长者子言：居士，我闻佛言，父母不听，不得出家。为摩诘言：然。汝等便发阿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是即出家，是即具足。尔时32长者子，
揭发阿多罗3藐三菩提心，故我不任意彼问疾。佛告阿难：汝行亦为摩诘问疾。阿难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意彼问疾。所以者何？意念七时，世尊身巧有疾，当用牛乳。我即持钵，亦大婆罗门家门下立，时为摩诘来为我言：为阿难，何为臣朝持钵住死？我言：居士，世尊身巧有疾，当用牛乳，故来至此。为摩诘言：止，阿难，莫作是语。如来身者，金刚之体，诸恶已断，众善普惠，当有何疾？当有何恼？莫忘阿难，勿忘如来。莫使一人闻此言，无令大威德诸天，及他方净土诸来菩萨，得闻斯语。阿难，转轮圣王以少福故，尚得无病，岂况如来无量福慧普胜者哉？行矣。阿难，勿使我等受斯持也。外道犯智若闻此语，当作是念：何名为师？自己不能救，而能救诸其人，可密速去，勿使人闻。当知阿难，诸如来身，即是法身，非私欲身。佛谓世尊：过于三界，佛身无漏，诸漏已尽；佛身无为，不堕诸数。如此之身，当有何疾？当有何恼使我？世尊，实怀惭愧，得无尽佛而谬听耶？即闻空中声曰：阿难，如居士言，但为佛出五浊恶世，现行司法，度脱众生。行矣。阿难，取汝勿惭。世尊，为摩诘智慧辩才为若此也。是故不任意彼问疾。如是500大弟子，个个向佛说其本源，称述为摩诘所言，皆曰：不任意彼问疾。菩萨品第4。于是佛告弥勒菩萨：汝行亦为摩诘问疾。弥勒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意彼问疾。所以者何？意念我昔为兜率天王及其眷属，说不退转得之行，时为摩诘来为我言：弥勒，世尊受人者记，一生当得阿多罗3藐三菩提，为用何生得受记乎？过去耶？未来耶？现在耶？若过去生，过去生已灭；若未来生，未来生未至；若现在生，现在生无住。如佛所说，比丘，汝今即时一生一老一灭。若以无生得受记者，无生即是正位，于正位中，亦无受记，亦无得阿多罗3藐三菩提。云何弥勒受一生记乎？未从如生得受记耶？未从如灭得受记耶？若以如生得受记者，如无有生；若以如灭得受记者，如无有灭。一切众生皆如也，一切法亦如也，众圣贤亦如也。
至于弥勒亦如也。若弥勒得受记者，一切众生亦应受记。所以者何？夫汝者，不二不异。若弥勒得阿多罗三藐三菩提者，一切众生皆亦应得。所以者何？一切众生即菩提香。若弥勒得灭度者，一切众生亦应灭度。所以者何？诸佛知一切众生毕竟寂灭，即灭相，不复更灭。是故弥勒无以此法诱诸天子，实无发阿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亦无退者。弥勒当令此诸天子舍于分别菩提之见。所以者何？菩提者，不可以身得，不可以心得。寂灭是菩提，灭诸相故，不观是菩提，离诸缘故，不行是菩提，无意念故，断是菩提，舍诸见故，离是菩提，离诸妄想故，障是菩提，障诸愿故，不入是菩提，无贪着故，顺是菩提，顺于如故，住是菩提，住法性故，智是菩提，智实际故，不二是菩提，离异法故，等是菩提，等虚空故，无为是菩提，无生住灭故，知是菩提，了众生心行故，不会是菩提，诸路不会故，不可是菩提，离烦恼习故，无处是菩提，无形色故，假名是菩提，名字空故，如化是菩提，无取舍故，无乱是菩提，常自净故，善记是菩提，性清净故，无取是菩提，离贪缘故，无意是菩提，诸法等故，无比是菩提，无可欲故，微妙是菩提，诸法难知故。世尊，为摩诘说是法时，200天子得无生法忍，故我不任一笔问及。佛告光颜童子：汝行亦为摩诘问及。光颜白佛言：世尊，我不贪任一笔问及。所以者何？意念我昔出体耶离大城，时为摩诘方入城，我即为作礼而问言：居士，从何所来？答我言：吾从道场来。我问：道场者，何所是？答曰：执心是道场，无虚假故；发行是道场，能办事故；身心是道场，增益功德故；菩提心是道场，无错谬故；不知是道场，不忘报故；持戒是道场，得愿具故；忍辱是道场，于诸众生心无爱故；精进是道场，不懈退故；禅定是道场，心调柔故；智慧是道场，现见诸法故；慈是道场，等众生故；悲是道场，忍疲苦故；喜是道场，悦乐法故；舍是道场，增爱断故；神通是道场，成就六通故；解脱是道场，
能被舍故，方便是道场，教化众生故；四摄是道场，摄众生故；多闻是道场，如闻行故；福心是道场，正观诸法故；37品是道场，舍有为法故；地是道场，不狂世间故；缘起是道场，无明乃至老死皆无尽故；诸烦恼是道场，知如实故；众生是道场，知无我故；一切法是道场，知诸法空故；降魔是道场，不轻动故；三界是道场，无所去故；狮子吼是道场，无所谓故；力无畏不共法是道场，无诸过故；三明是道场，无余碍故；一念知一切法是道场，成就一切智故。如是，善男子，菩萨若应诸波罗蜜教化众生，诸有所作，举足下足，当知皆从道场来，住于佛法已。说是法时，500天人皆发阿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故我不任一笔问及。佛告持世菩萨：汝行亦为摩诘问及。持世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一笔问及，所以者何？意念我昔住于净室，时摩波群，从12000天女，状如地势，鼓乐弦歌，来诣我所，与其眷属，稽首我足，合掌恭敬于一面立。我亦为是地势而与之言：善来，施家，虽福应有，不当自恣，当观五欲无常，以求善本，于身命财，而修兼法。即与我言：正是，受是12000天女，可谓早早。我言：施家，吾以此非法之物，要我杀门世子，此非我宜。所言未弃，实为摩诘来为我言，非地是也，是为魔来扰故如耳。即与魔言：是诸女等，可以于我，如我应受。魔即惊惧，念：为摩诘将无恼我，欲引行去而不能引，尽其神力亦不得去。即闻空中声曰：波群，以女与之，乃可得去。魔以为故，仰而语。尔时，为摩诘与诸女言：魔以汝等于我，今汝皆当发阿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即随所应而为说法，令发道义。复言：汝等已发道义，有法乐可以自娱，不应复乐五欲乐也。天女即问：何谓法乐？答言：乐常信佛，乐欲听法，乐供养众，乐离五欲，乐观五阴如怨贼，乐观四大如毒蛇，乐观内入如空惧，乐随护道义，乐饶益众生，乐敬仰师，乐广行施，乐坚持戒，乐忍辱柔和，乐勤积善根，乐禅定不乱，乐离垢明慧，乐广菩提心，乐降伏众魔，乐断诸烦恼，乐净佛国土，
乐成就相好故，修诸功德，乐言道场，乐闻身法不畏，乐三托门，不乐非时，乐尽同学，乐于非同学中，心无秽爱，乐将护恶之事，乐亲近善之事，乐心喜清净，乐修无量道品之法，是为菩萨法乐。于是波旬告诸女言：我欲与汝俱海天宫。诸女言：以我等于此居士，有法乐，我等甚乐，不复乐五欲乐也。摩言：居士，可舍此女，一切所有施于彼者，是为菩萨。为摩诘言：我已舍矣，汝便将去，令一切众生得法愿具足。于是诸女问为摩诘：我等云何止于摩宫？为摩诘言：诸子，有法门名无尽灯，汝等当学。无尽灯者，譬如一灯燃百千灯，明者皆明，明中不尽。如是诸子，夫依菩萨开导百千众生，令发阿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于其道义亦不灭尽，随所说法而自增益一切善法，是名无尽灯也。汝等虽住摩宫，已是无尽灯，令无数天子天女发阿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为报佛恩，亦大饶益一切众生。尔时，天女头面礼为摩羯族，随摩孩宫，忽然不现。世尊，为摩羯有如是自在神力智慧辩才，故我不任一笔问及。佛告长者子善德：汝行亦为摩羯问及。善德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一笔问及，所以者何？意念我昔自于复舍设大施会，供养一切沙门、婆罗门及诸外道贫穷下贱孤独体人。期满7日，时为摩羯来入会中，为我言：长者子，夫大施会不当如汝所设，当为法师之会，何用适才施会位？我言：居士，何谓法师之会？答曰：法师会者，无前无后，依时供养一切众生，是名法师之会。曰：何谓也？谓以菩提，起于慈心，以救众生；起大悲心，以持正法；起于喜心，以摄智慧；行于舍心，以摄天贪；起檀波罗蜜，以化犯戒；起尸罗波罗蜜，以无我法；起忏提波罗蜜，以离身心相；起提离耶波罗蜜，以菩提香；起禅波罗蜜，以一切智；起盘惹波罗蜜，教化众生；而起于空，不舍有为法；而起无相，是现受生；而起无作，护持正法；起方便力，以度众生；起四摄法，以净示一切；起除慢法，于身命财；起三间法，于六念中；起思念法，于六合境；起智执心，正行善法；起于净命，
心境欢喜，体尽贤圣，不增误人，体调服心，以出家法，体于身心，以如说行，体于多闻，以无正法，体空闲处，去向佛会，体于宴坐，解众生腹，体修行地，以具相好极净佛护，体福德业，知一切众生心念，如应说法，体于智业，知一切法不取不舍，入一香门，体于慧业，断一切烦恼，一切障碍，一切不善法，体一切善业，以得一切智慧，一切善法，体于一切诸佛道法。如是善男子，是为法师之慧。若菩萨住是法师慧者，为大师住，亦为一切世间福田。世尊，为摩诘说是法时，婆罗门众中200人，皆发阿多罗3藐三菩提心。我时心得清净，叹未曾有，稽首礼为摩诘族，即解璎珞，价值100千以上之，不肯取。我言：居士，愿必纳受。随意所语，为摩诘乃受璎珞，分作2分，11分施此会中一最下体人，11分奉彼南圣如来。一切众会皆见光明国土南圣如来，又见诸鹰在彼佛上，变成4柱宝台，四面严饰，不相障蔽。实为摩诘现神变矣。作是言：若施主等心施一最下体人，犹如如来福田之香，无所分别，等于大悲，不求果报，是则名曰具足法师。城中一最下体人，见是神力，闻其所说，皆发阿多罗3藐三菩提心，故我不任意彼问及。如是诸菩萨，个个向佛说其本源，称述为摩诘所言，皆曰：不任意彼问及。文殊师利问及品第5尔时，佛告文殊师利：汝行亦为摩诘问及。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彼上人者，难为对，深达实相，善说法要，辩才无智，智慧无碍，一切菩萨法事悉知，诸佛秘藏无不得入，降伏众魔，游戏神通，其慧方便皆已得度。虽然，当成佛圣旨，亦彼问及。于是众中诸菩萨大弟子示范4天王等，闲坐是念：今尔大事，文殊师利为摩诘共谈，必说妙法。即18千菩萨500声闻100千天人皆欲随从。于是文殊师利与诸菩萨大弟子众及诸天人，恭敬围绕，入毗耶离大城。尔时，长者为摩诘心念：今文殊师利与大众俱来，即以神力空其室内，除去所有及诸事者，为至衣床，以及而卧。文殊师利即入其舍，见其室空，无诸所有，独寝衣床。时为摩诘言：善来文殊师利，不来相而来，不见相而见，
文殊师利言：如是，居士。若来已更不来，若去已更不去。所以者何？来者无所从来，去者无所至。所可见者，更不可见。且至是事，居士是极，宁可忍不聊至犹顺，不至增乎？世尊质问无量，居士是极，何所因气？其生久如，当云何灭？为摩诘言：从师有爱，则我病生，以一切众生病，是故我病。若一切众生病灭，则我病灭。所以者何？菩萨为众生故入生死，有生死则有病。若众生得离病者，则菩萨无复病。譬如长者，唯有一子，其子得病，父母亦病。若子病愈，父母亦愈。菩萨如是，于诸众生，爱之若子。众生病，则菩萨病；众生病愈，菩萨亦愈。又言：是即何所因气？菩萨病者，以大悲泣。文殊师利言：居士，此事何以空无事者？为摩诘言：诸佛国土，亦复皆空。又问：以何为空？答曰：以空空。又问：空何用空？答曰：以无分别空故空。又问：空可分别耶？答曰：分别亦空。又问：空当于何求？答曰：当于62见中求。又问：62见当于何求？答曰：当于诸佛解脱中求。又问：诸佛解脱当于何求？答曰：当于一切众生心行中求。又仁者所问：何无事者？一切众魔及诸外道，皆无事也。所以者何？众魔者乐生死，菩萨于生死而不舍；外道者乐诸见，菩萨于诸见而不动。文殊师利言：居士所及，为何等相？为摩诘言：我病无形不可见。又问：此病身何耶？心何耶？答曰：非身何，身相离故；亦非心何，心如幻故。又问：地大、水大、火大、风大，于此四大，何大之病？答曰：是病非得大，亦不离得大。水火风大，亦复如是。而众生病从四大起，以其有病，是故我病。尔时，文殊师利问为摩诘言：菩萨应云何谓欲有及菩萨？为摩诘言：说身无常，不说厌离于身；说身有苦，不说乐于灭；说身无我，而说教导众生；说身空寂，不说毕竟寂灭；说毁先罪，而不说入于过去。以己之急，敏于彼疾，当时速世无数劫苦，当念饶益一切众生，亦所修福，念于静命，勿生忧恼，常起精进，当作医王，疗治众病，
菩萨应如是为欲有极菩萨，令其欢喜。文殊师利言：居士，有极菩萨云何调伏其心？为摩诘言：有极菩萨应作是念：今我此病，皆从前世妄想颠倒诸烦恼生，无有实法。谁受病者？所以者何？四大何故？假名未深。